欢迎大家收看公视台语台报道高阿丁。欢迎收看《报道高阿丁》，你无看唔对，咱今日踏出河顶，来到这个所在有这么水的风景，因为这有一群人。若讲到因的名，你绝对会甲因赞声。这群人代表着咱台湾人的精神，咱今仔日就做伙来去甲伊看卖者。阮是一群喜意跳舞的人所做伙的一个团体。云门的舞者来讲，大家的年纪当然有一个差别。真侪少年人迄想法，搁因对即个职业的即个热情，有时啊，其实是伊咧带领我。你就看到这20通岁仔的囡仔对舞蹈有伊家己的热爱。云门舞集伫咱台湾呢，已经有47年的时间。这个47年，嘛当看到咱台湾的发展的一个缩影。2020年，咱的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老师呢，伊将伊的这个艺术总监甲伊的指导者的这个身份，完全新团交予一位新的总监，这位就是郑宗良先生。演员你好。讲到这个舞蹈吼，真侪人讲啊，我去看迄个舞蹈，迄种真够欣赏，对无？但是看转去了后吼，是讲啊，到底舞蹈是啥物款的物件？会叮当的物件，咱来去甲欣赏，拢会使讲是舞蹈。就是讲，有时啊，咱若抬头看天，看迄云咧飞的时阵，也是讲咱看到即个风咧吹叶仔的时阵，伊迄个动的迄个姿态，甲平常时咱踮咧平常时的生活内底较少看到。只要是动了水啊，咱有迄个欣赏的迄个角度，我感觉迄就是舞蹈。啊，毋过咱若搁讲倒转来，是一个人的身体跳的一个叮当的方法，伊要表达一个伊的感觉。是。啊，迄嘛是一款舞蹈。啊，搁有一款方面是，伊嘛无想讲，伊要即个身体要表达啥，伊是感觉着欢喜，还是安怎，伊就开始咱了，敢若囡仔的时阵，咱古册有讲嘛，就是讲咱有感觉的时阵，咱会用字甲写起来。啊，若字阁无法度满足咱的感觉时，咱会唱歌。是。啊，若唱歌阁无法度感觉，无法度满足咱要表达的迄个时阵，咱会哀，咱会发一寡声音出来。啊，若发一寡声音阁无法度的时阵，迄当阵咱的骹会叮当，是，咱的手会叮当。啊，伊讲迄当阵就是舞蹈开始的时阵，无讲一定讲啥物是舞蹈啦，就是讲有咧叮当的物件，啊，咱去欣赏一个会叮当的物件，咱咧看伊的形体的水。还是讲，咱嘛会使看伊咧表达啥，迄款就是舞蹈。最近这舞蹈的这个作品哦，拢感觉讲拢真有这个生命力，啊，真有咱台湾的这个养分吼。讲实在，咧做的时，毋是咧想台湾，咧做的是讲，我按8岁开始学跳舞，啊，我生活内底有啥物物件是我的养分，是有啥物物件我好奇，有啥物物件我感觉足水的，我有法度用身体，甲遮个少年的舞者做伙来找看卖无？是，看到有一款无共款的表达的方法。咱一直看过讲啊，你最近的这个作品拢甲声韵吼，啊声韵啊，甲这个声哨有关系。其实甲台语有真深的渊源嘛。我其实甲国校啊6年才开始认真讲国语。我在踮咧正经拢讲，拢甲阿公阿嬷是讲咱家仔路顶头的人，拢用台语咧讲话。是。所以有一寡即个台语的气氛，也是讲台语的声哨。伊感觉踮咧我身躯内底藏足久啊。是。啊，尾也大汉了，就真少讲着啊。因迄个环境啊。对，环境之外，你就无法度甲人有伤济讲台语的即个机会。所以我是咧有一寡好奇。这个物件，看我都有方法去甲找出来，是去甲这古早已经
本身就已经有啊，啊，毋过家己袂记的物件，你甲找出来，啊，用舞蹈来表现啊。十声声听讲是迄个艋舺，你细汉的时阵一个基地会起出来去发想嘛，对无？我细汉的时阵，差不多有真侪时间，拢踮咧即个艋舺即个空定路，迄个夜市啊，要摆路边摊。哦，啊，阮兜咧做即个衬托啦，就是迄个足简单的迄个衬托啊，我就想讲。暗时无代志做，是啊，嘛无爱读书，啊，若讲放假的时阵嘛，想讲莫在厝的，到外口摆档的时阵，无人甲我管，是啊，你佫会使看到街仔路咧发生的真侪代志，啊，有时啊，遮个代志佫比电影还是讲电视佫较刺激，是，嘿，啊，你若讲这日头落山了，你佫会使看到迄个巷仔内底迄个奇怪，迄阿姨那拢画啊足水的。啊，佫有足侪款色水的电火拍咧因的面的，是。所以我有一摆咧甲阮母啊开讲的时候，我咧讲即个当机这样代志的时候，伊讲当机哪有厉害？因为我甲讲，哪有法度一个人有法度一秒内底变一个神，还是讲伊的姿态啦、声哨拢变？伊就讲迄无厉害。伊讲伊古早踮咧艋舺迄个所在有一个人叫做13声。是。叫做13声的原因，是因为伊一个人会使表演一本古册内底所有的角色。哦，就敢像广告安尼。对，伊一个人摕一本书，有法度一时啊变做老人，一时啊变做囡仔，一声也是查某的声哨，是，一声也是查甫的声哨。伊讲这个人吼，若来到艋舺，遮所有的厝边头尾拢叫伊13声。是。阮母啊咧甲我讲这个故事的时阵啊，我规个头壳全拢是即个踮咧艋舺摆路边摊的时阵，遐个人的形影，啊，迄个所在的气氛。等于妈妈咧讲故事的时候，互我转去到迄个囡仔的时代。是，所以我就招即个我嘛真好的朋友林强，走向前行。向前行，嘿，我招伊讲，咱会使做伙来做一个作品咯。是，我想要甲即个咱艋舺的。即个我囡仔时阵的即个记忆，甲找出来，要也找到即个屏东的满洲迄个所在，遐有足侪迄个做事做了迄个阿姨，因会住即个田花边，用即个足简单的即个节奏，唱出因囡仔的心情。是，也是讲因若要嫁查某囝的时阵，会踮咧即个大亭内底，迄查某囝会用即个像牛母般遮的调，去唱出伊对老爸老母的即个思念，啊，甲感恩，所以规家伙啊，踮咧唱迄条歌的时阵，会哭甲乱七八糟啊。我就讲会真好呢，因为这林强安尼甲我带，互我会使看搁较古早的即个声音，啊，用遐个声音互舞者来学。另外就是讲，我细汉附近有足侪公庙的，公庙啦吼，因拢会唱即个调。有迄啥物小法团啊、大法团啊，讲请神的即个咒，我想讲会使去请师傅来甲阮教讲要安怎唱这个咒。啊，若讲这个咒咧唱的时阵，台顶阁有人咧跳舞会使。我走去庙的跋杯拜拜请示，啊，结果嘛真。去互神明真照顾，因互我3个圣杯安尼。是哦。啊，我就请来遮甲阮教即个请神就几套，因为即个舞开始，即个主题开始，阮甲声音、甲即个声台语的元素，甲放在内底。13声之后，搁落要最近即个作品，要伫中秋的时阵，伫国家戏剧院要来做听现的即个电工嘛。对。即个电工即个名称有淡薄奇怪。阮三个有一摆咧开讲的时阵，因为阮三个对佛教拢有可能是有因缘啦，嘿，有因缘啊，人生淡薄仔有一寡需要找一寡代志来了解安尼。阮去开讲着即个佛祖的正经有一个佛祖，古佛，嘿，古佛叫做燃灯佛，嘛是叫做定光佛，就感觉讲哦，即个佛祖的故事真迷人，就是讲伊出世的时阵。迄个光线安尼，世界
世界大风光明，对，大风光明，我咧讲一句单足句的。所以，阮对这个故事真有感觉。阮就想讲啊，因为要尊重这个佛祖，所以阮把这个金主编的这个丁摕掉，阮就刚刚用这个丁名。是，吼。啊，有这个名了，才开始想讲啊，要创啥？要编啥物？啊，因为我定定像主持人嘛，把我问过，看什么是跳舞，舞蹈是啥？我嘛去定定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会记得我的上第一届舞蹈出现的时阵，是我细汉的时候。一般拢是囡仔啦，因为囡仔无想啥物舞念嘛，是讲有啥物讲爱实在啥。伊踮咧真欢喜的时阵，我细汉踮咧真欢喜的时阵，我就安尼。刚刚一个人毋知咧创啥。淡薄起动啊。淡薄起动，啊个嘴会佮念一寡歌声音，嘛袂使讲是歌。念谣。嘿，啊，毋过毋知家己咧唱啥。迄个时阵，我感觉我家己足快乐。所以我讲，这个电工这个舞，我都去找到迄个感觉。是。所以，阮就找林强啊、张悬来做这个音乐。啊，你想讲，张悬写一寡这个歌曲互阮的时阵，一寡调。阮开始咧唱伊，阮就用啥物阿里哦啊安尼歌，安尼声音落去唱。因为阮无想要讲，甲用离安尼内底啦。是。因为离安尼内底就这条歌曲，你就变做爱去，伊变做爱讲啥物代志。有伊艺术伫。阮想要甲迄个艺术提掉，互大家观众朋友。去欣赏迄个声音，阮咧找这个字的时候，我想到讲，古早阿嬷咧甲阮讲乌妈妈，你听到乌妈妈这三字，你就感觉这真正足乌的。是，台语有迄个，也是讲白色色，是，金影影，幼咪咪，幼咪咪，气噗噗，这个字你会感觉讲，迄两字夹起来了，迄气氛感觉是讲迄个传达的讲足有味的安尼。是。所以啊，我就请这张悬开始去接触一下台语，啊，伊嘛足趣味，伊甲这个字有无规矩放做伙。啊，结果阮唱一届了，讲，真特别呢。是。伊阁有迄个听无迄个部分。毋是咧讲啥，毋是讲爱情啦，是讲心情无好啊，这个艺术。啊，毋过你会使听迄个。声音的过程中，你有感受淡薄迄个种，刚刚毋知你都听过迄个声音。是。所以我感觉这是阮开始按这个舞开始，想要去去图去找看卖，有这个方向会使唱无？有这个方向会使去合适无？找找自我的这个过程吼，其实是。带领着咱所有的人去看你的舞作的时阵，甲询问所有舞者参与的人吼，咱斗阵来去找你家己上真实的迄个内在的这个声音。这个过程有真侪我毋捌的所在。我嘛招咱这个少年的舞者，是讲甲阮做伙的这个作曲的啦，这个人做伙来看，会使找一寡方向，来甲舞蹈。看法度介绍过较侪朋友无？是，其实是安尼。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济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。来到此地，节目的翠云山芭蕉洞，蔡老师自己进入行。花样戏曾经是咱台湾真主要的民间表演之一。你捌看过师傅用一支手就会当人1000红啊？为什么花样戏无大病就无法度结束呢？大家拢看过舞蹈表演，但是你敢有看过有人用舞蹈来写台湾字？台湾字是要哪表演？咱就请云门的舞蹈家来甲你讲，要安怎利用舞蹈来表演白色色、红记记。你敢有详细看这庙内的神明？明明身躯顶悬拢已经有刻衫，为什么外口阁要穿一束神明衫？咱为这个神明做新衫、穿新衫，又阁有啥物款的美感呢？
沙嗲是咱台湾人食火锅的时阵无法度去欠缺的一味。你敢知影讲沙嗲是安怎来的？为什么咱台湾人会这么爱食沙嗲呢？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歌丁。所以那个没有只有16步哦，就一直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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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散出去看看是长什么样，好不好？咱拄则呢有同齐去看因排练的这个过程吼，咱看到讲啊，因这个舞者拢遮尔啊少年，啊，这个过程中，甲你看到即马这个少年人走入了云门吼，你的感受如何？你是安怎去甲因带？带领我是唔敢讲，因为我感觉真侪少年人迄想法，啊，个因对即个职业的即个热情，有时啊，其实是因咧带领我。阮是一定介意跳舞的人所做伙的一个团体。啊，我是感觉讲，因为大家环境无啥共，啊，咱有法度会使做阵讨论，所以阮咧排舞的时候有足侪讲话，做阵讨论啊，因要安怎用因成长的背景来反馈踮咧即个身体顶头，踮咧反馈踮咧即个舞蹈顶头，这对我来讲较重要。所以定是因带我咧行来，啊，我定是有一个感觉尔，就讲啊，即个像即马即个舞定讲，我想要有一寡即个人唱歌即个声音，啊，甲跳舞的这个动作会使做伙，所以我就甲因真侪讨论，踮咧过程中讲话，啊，因嘛会使甲因的想法甲我讲，因为若拢照我的，我嘛感觉讲这代志做起来无遐趣味，踮咧台顶的是因，所以因家己甲即个主题有法度有迄个线通去连起来有无？安尼大家会较尽兴。我有一领衫啦，这领衫其实吼，我咧在鼓动。嘿，云门舞集对我来讲吼，伊嘛是一个生活中的一部分。虽然讲，咱一世人中间吼，可能无看过几道云门的演出，但是我这演呢，咱这演呢，拢一定知影讲啊，台湾有一个艺术表演团体一直存在，就是云门舞集。所以我这领衫吼，其实嘛有历史啊，二30年啊吼，都是当时林怀民老师伊咧宣布讲吼，咱这个舞团可能有淡薄仔可能有迄个多团的危机啦吼，所以阮大家去甲斗赞助，去甲支持迄个过程。啊，就想讲吼，有影咧，迄个传承的工作是要继续。我是踮咧大学的时阵跳这个老师有一个作品叫做《新传》，我唔知闽南语要安怎讲。新团。阮大家拢看过。啊尾啊，我大学毕业了，我想讲，因为我按细汉就开始跳舞，就想要跳舞，所以我就入来云门。啊，入来云门了呢，就开始甲这个团体，甲遮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啊，甲老师有结缘。唔知啥怎，就是感觉踮咧遮受到足侪好的价值，啊，甲教育，我感觉，因为我家仔头出世的，啊，踮咧成长的过程中，真侪朋友你兄我弟，啊，我对跳舞的这个了解，嘛是感觉讲，我跳得快乐有流汗，啊，有用力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不过我入来云门了啊，云门的跳舞较无共。迄当阵阮开始拍这个武功，啊，开始拍这个太极，嘿，所以踮咧这个方面了，我感觉讲我跳舞的方法有一改变。佫有一个最重要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讲，云门若大概出去国外演出，老师拢会准备一卡网的珠，啊，随团出去，所以出去了后呢，所有的舞者，大家手顶头拢有一本珠，啊，我嘛去用分一本珠啦，吼，啊，毋过
踮咧迄个2个月、3个月演出的过程中啊，我感觉踮咧这第1页还是第2页变来变去，变袂过。是。啊，毋过我嘛是因为迄个关系，我开始踮咧逐届踮咧国外演出了，转来厝诶休困的时阵，豆豆变，按迄个开始是等生意伫20要30岁后，才开始豆豆培养看书的习惯。是。所以我感觉这嘛爱真感谢老师有即个想法，啊，互阮遮的囡仔讲，毋是敢跳舞尔，但休困的时阵，佫会使按厝内底去看一寡无共款的世界，去了解佫较侪代志，安尼。啊，像讲吼，咱伫云门即个环境内底，吼，拄啊讲你会当算讲你是遇到一个名师啦，哦，伊会当知影讲去引导大家。老师叫你接，啊，你就接，咁真简单吗？啊，你拢无一个思考的过程？无呢。拢无吗？无啊。有影。啊，就试看卖。试看卖。对。所以讲有影是戆大。咱讲咱云门嘛是安尼，就讲啊，这舞蹈遮尔好，啊，咱台湾的精神遮尔好，咱吼戆大都来去做啊，不管啦，咱先来做再讲，先做再讲。青梅唔惊青啦。有影，就是有影是安尼。所以我讲，对阮来讲，云门上重要就是讲，把这舞蹈的美好，佮传互较侪人。互踮咧生活中，伊可能是上班的人，还是讲一寡较无机会跳舞的人，伊会使因为阮，还是讲阮带互伊啊，知影讲哦，原来舞蹈是安尼。今年差不多1月正月的时阵，阮去法国、甲即个英国、甲即个瑞典演出。是。啊，有一寡是足大的都市，像巴黎啦、伦敦啦，遮拢斯德哥尔摩，迄拢足大的都市。啊，踮咧这过程中嘛有一寡去一寡较细的都市。啊，不过我感觉真好奇的，就是讲，阮去这一抓落来3个月演出，连过年嘛咧国外。3个月演出内底。所有的所在的票甲观众拢是满满平平。这互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讲奇怪，是安怎国外对这个表演、对这个剧场、对这个舞蹈，因遮侪人，伊有法度，伊有这个好奇，有这个热情。所以，搁转来想讲，我感觉可能咱袂使怪政府，咱嘛袂使怪环境。会使讲的是讲，咱家己佫会使做啥物拍拼，是会使互咱今仔日演出的时阵，离开台北了后，无论去彰化、去云林、去倒一个台湾的所在，会使有一日去演出的时阵，咱所有的乡亲拢，还是所有的民众拢对这样代志有伊的热情要参加，所以我感觉这个方面是我甲即马云门的少年囡仔。还是讲规个云门内底人有一个目标会使拍拼。你对云门吼未来有一款什么期待无？头前人所留落来真侪好的这个价值，咱来继续甲传落。就是讲就刚刚你学戏共款，咱要踮咧观众头前表演，迄毋是一工两工的代志。咱一定爱关咧厝的内底，少侪练习。无论是流汗、流血，还是讲去用嫌甲流汗，这个过程一定爱经过。所以我感觉踮咧遮跳舞这个代志，就是你要屈得掉。啊，你若有闲的时阵，会使搁读一下书，听一下音乐，吸收一下其他的物件，安尼我感觉是最重要。所以，因为这47年以来，就是老师用这的方法，吼，咧带这个少年。啊，阮感觉阮嘛是应该把这个物件留落来。啊，搁有分享吧，搁较济，互搁较济人毋捌接触跳舞的人，互伊了解舞蹈是啥。啊，互搁较济人毋捌入来剧场的，伊会知影剧场其实毋是一个足严肃的所在，会使互大家放轻松，会使互大家笑，会使互大家一寡感情会使表达出来。所以我感觉这几项代志是阮应该继续维持的。啊。比如讲，你讲未来，我感觉未来爱踮咧作品内底看。我若有新的作品，可能就是云门的未来生做啥款。啊，这个物件，我感觉可能无法度先画甲足水的啦，吼，嘛是爱一点仔一点仔做，啊，互大家来看这个作品了后，再来决定讲咱云门后壁是生做啥款。